听到大提琴的乐声，参像是来到音乐会同款。考照音乐图书馆26日，总共提供1天500个接种名额。真侪来到这接种的市民朋友，拢表示这的环境真好，而且佫会当听音乐，感觉特别无同款。来这边打预防针，有没有疫苗有没有觉得比较放松的感觉？就跟医院的差别在哪里？不一样啊，很舒服，还有音乐可以听，然后整个环境也都很棒，重点离家很近。之前是看电视上好像都是蛮拥挤的，或者是感觉上秩序蛮不好的。然后来这边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环境那么舒服。然后打从一到那个大门的时候，就感觉上人缘非常的好。然后进来里面又有音乐，就感觉上好像是真的来这边听音乐的。市长黄伟特也特别在开拍第一天，前往考照音乐图书馆，关心疫苗接种的情形。今天来到特色施打站许实音乐图书馆，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地方。我们来接受施打疫苗的民众都觉得很意外、很惊喜。其实文化的软实力是台南的强项，我们只是想说，这个施打疫苗本来是很单纯严肃的事情，但是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加一点特色会更好，我们觉得其实也是很好。所以我们陆续还会推出很多特色的施打站，像在公庙啊，像在博物馆啊，像在美术馆啊，像在音乐厅啊，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施打站。我们也希望说民众除了施打疫苗之外，还能得到身心灵的舒放跟愉悦。黄伟特表示，考照是50年代台湾流行乐创作家，也是名歌采集以及唱片制作者。以现场接种疫苗的市民平均年龄51岁来看，真侪人可能对着考照无啥熟悉，但对着考照的代表作《安平追想曲》《风雨夜曲》应该拢真熟。所以希望借由特色接种站的设立，让市民朋友在注有风险的同时，嘛会当更加了解台南的历史文化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